3，他们要来献诗。而且这一条要请的其实是妈妈这一条，妈妈第一名，还有你的地方是天堂，有妈妈的地方就是天堂。这个还有妈妈也跟着一起来唱，真的是妈妈的地方就是天堂。谢谢家的妈妈吼，高生三的妈妈，变成第一拢知。来，过来，主持人，用米包来改表演。大家可以都是你再见我，妈妈我爱你。谢谢妈妈哦，感恩。 我们像迷途的羊。
妈妈。